歡迎嚟到今日嘅 Self-Care 時刻。今日我哋透過簡單嘅線條畫，一齊為自己打造一片靈性空間。首先喺開始之前，請揾一個安靜能令你專注嘅地方，盡量清空台面嘅雜物，令到心都可以清空。請準備好一支鉛筆、一支黑色筆同埋一張紙磚，或者你可以用普通嘅白紙。如果環境允許，可以播放一啲輕柔嘅音樂，幫助自己放鬆。而家眯埋眼睛，慢慢做2個深呼吸，細心感受自己嘅膊頭、牙齒係咪繃緊嘅？當呼吸慢慢平穩，我哋就開始感恩，感謝手中嘅紙同筆，感謝任何你心中想感恩嘅人或者事情。而家我哋就可以開始作畫，攞出支鉛筆，輕輕喺畫紙嘅4個角落點上4個圓點，我哋將4個點連接起來，形成一個4邊形。你嘅邊框嘅線唔需要畫得好直，想要彎曲幾多角度都可以。慢慢畫下每一個圓，好似呼吸一樣自然。當你專注喺筆尖嘅移動，心都會慢慢安靜落嚟。你唔使擔心結果，只要享受呢個過程。線條交織就好似生命嘅節奏，帶來平靜與連結。我哋唔需要擔心畫得好唔好，線條畫嘅重點唔係完美，而係當下專注嘅過程。俾支筆隨心流動，一筆一筆重複延續，感受每一次線條同紙張嘅接觸，就係你同內心連結嘅時刻。喺呢個過程中，你會慢慢感受到思緒沉澱，身心開始整合，一種安定嘅力量喺心中升起。你畫嘅圖樣可以自由發揮，沒有對或錯，你都可以轉動嗰張紙張嚟令到你更加就手去畫。喺呢個過程中，我哋會學識欣賞同埋接受自己嘅每一筆同每一步。畫好之後，可以在作品上邊簽埋你嘅名，然後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好好欣賞下佢。呢個就係你獨一無二嘅創作。今日嘅 Self-Care 時刻就到呢度啦，希望你鍾意呢個短片，都歡迎你跟着一齊畫。你可以留言分享下自己嘅感受，或者私信我哋分享你嘅畫作。希望你可以多啲為自己創造咁樣嘅靈性空間，活得平靜同埋力量。我哋下次見啦！